在地人在地前这个甲铃，也就是放粉鸟铃，这个文化是台南市客家兼最甲新营一代真特殊无形文化资产。为了当地学生囡仔更加了解家乡的文化，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在休热期间，分别伫3间国小呢开设这个甲铃民俗甲导游的设计工作。工作坊带这学生囡仔将甲铃的比赛机制设计成游戏，从中熟悉甲了解甲铃文化。已经100年历史的放粉鸟铃文化，是台南客家新营和咸水这一带特色的无形文化资产。为了要当地学生会当了解在地家乡文化，台南市文资处今年伫暑假分别伫3间国小开设放粉鸟铃游戏设计，让大家是参加有够欢喜。结合我们顶洲社区的一个民俗文化的活动，老师头去先向学生小解放粉鸟铃的文化，学生会当了解这个比赛内容，再个由老师来教学生要如何设计游戏。那我们想说，透过玩桌游的方式，可以让小孩可以去进一步的认识家乡。学生利用创意来想真侪种放粉鸟铃游戏，嘛因为即摆的人口迁徙甲是真严重，渐渐啊，互放红卡铃文化面对保存和反省危机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